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28日的暗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先带您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疫情指挥中心今日公布增加5例境外移入个案，其中有4个人是为菲律宾入境，1个人是香港入境。台东有理商业者涉嫌用200块到400块压制抵用券甲现金，向民众换身份资料，诈领国旅补助。台中大雪山森林游乐区有民众伫停车场煮食过暝，林管处除了加强宣导，嘛伫休园了后限制水电。昨台湾增加4例武汉肺炎的境外移入，疫情指挥中心今仔日佫公布增加5例，也拢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其中有4个人是为菲律宾入境，1个人是香港入境。另外，为台湾等泰国所确诊的泰国籍移工，经过卫生单位疫调，扩列189个人，其中接触者18人已经安排伫集中检疫所隔离。国内武汉肺炎阁新增加5例境外移入的病例，其中有4个人伫菲律宾入境，1个人伫香港入境。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第463例是50多岁男性，今年3月份去菲律宾做工课，伫当地捌出现发烧、咳嗽、鼻毛芳臭等等的症状。7月2日返来台湾时阵体温较悬，由机场人员采检确诊。第464例是30多岁男性，今年1月份去香港做工课。7月中小连续出现反寒、变凊寒、皮肤芳臭、食无味的症状。7月2日返来台湾时阵主动通知，由机场采检确诊。第465例是30多岁男性，今年1月份去菲律宾做工课。6月底小连续出现皮肤芳臭、食无味，阁有咳嗽等等的症状。伫当地捌去医生看，毋过快筛是阴性。7月2日返来台湾的时阵主动通知，机场采检才确诊。第466例甲467例是一对70多岁翁仔某，2个人今年1月份去菲律宾探亲，太太伫咧当地小连续出现发烧、咳嗽的症状，先生是无症状。2个人7月2日返来台湾时阵主动通报，机场采检了，确定2个人拢确诊。4位从菲律宾来都是搭同班机回国，所以他们的这个个案的接触者总共15人哦，其中10人就是此4名个案的同班机前后2排的乘客都是居家隔离，那另外5个是同班机的这个机组员。另外来台湾做工课2年半的30多岁男性泰国籍移工，第2日登去泰国了后确诊武汉肺炎，经过卫生单位疫情调查，已经列出189个人，分别是宿舍区的接触者18个人，列做居家隔离的对象。除了1个人有症状送病院隔离，其他拢安置伫咧集中检疫所。工作区的接触者是11个人，互列做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另外嘛，为着降低传染风险，公司其他的员工160个人嘛，拢已经扩大采检，目前拢无疑似的症状。我们准备也跟我们的健保资料来做一些核对，了解说在今年的最近几个月啊，到有没有移工有这个呼吸道或这个腹泻的症状。指挥中心强调，讲这个泰国籍移工未日去台湾本土个案的数量，卡加嘛也搁伫咧调查当中。目前敢若知影去过卖场，若是累计目前国内有467例确诊，分别是376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搁有36例敦睦蓝队。记者综合报道。这位确诊的泰国籍移工伫桃园食头路2顿外，地方即阵嘛唔敢大意，卫生局一透早就去伊做事的所在，对员工全面采检。不过有劳工团体认为，劳动部提供予全台移工的防疫资讯无够，恐惊会造成防疫空棚。一个伫台湾做工课的泰国籍移工登去泰国了后确诊，指挥中心无排除讲是伫咧台湾感染的。根据了解，这个泰国籍移工是伫咧桃园新屋一间科技工厂做工课，再去桃园市卫生局嘛入去工厂内底进行员工全部采检。下晡时阵，环保局嘛紧急来进行全工厂环境消毒的工课。为了能够充分的了解疫情的情况，那我们有进行了这个群聚感染热区的这个全面抽检。那这采检之后，因为今天结果才会出来，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要高标准来处理。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批评讲，劳动部防疫的消息一直拢1万才提供予伫咧台湾的75万的移工，麻烦劳讲无证照的移工部分，因为烦恼去病院去用通报转来遣返，造成防疫的空棚，呼吁检讨移工防疫的困境，解决移工就医的障碍。一直在要求要把资讯做到充分，要把保障做到完整，才能够达成防疫的这种效果。可是到目前为止，其实政府部门各单位都非常的消极在这方面的作为上。
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认为讲，伫小连续发生日本女学生甲泰国籍移工回国了较近，嘛显示台湾社区有无症状感染的威胁，提起秋冬防疫爱面对甲流感难做伙，袂当有接种才来行动，呼吁总统出面解决疫苗研发比人较慢的障碍。过去怎么住的，如果是有拥挤的，那必须现在赶快把它分开。这是新加坡经验告诉我们的。不要继续再聚集。占中官嘛针对移工防疫提出建议，除了较近泰国籍移工的工厂甲宿舍爱分流减少群聚以外，接触者甲全工厂的员工全面核酸普遍体检，剩落来移工进行血清抗体调查，而且都爱环境安全卫生全面检查。未来移工出入境嘛拢爱核酸普遍体检。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关心香港的疫情，香港确诊人数连续7天超过100例，今仔日佫增加106例确诊，有98例是本土个案。中国疫情嘛拖甲真紧，佫增加64个本土病例，其中辽宁、大连市的群组感染已经拖到5个省、9个城市，连北京嘛出现和大连相关的本土病例。香港2日宣布新增加106例确诊，其中98例是本土个案，确诊人数连续7天超过100例，总计确诊2885例。另外，有2名确诊者过身，总计有22例死亡。堅城糧市建築有限公司啦，咁佢除咗啲工作人員咧，仲有啲屋企人咧都受感染嘅。咁今日都有一啲確診個案嘅，咁有2宗確診個案。香港部分省民眾掛着喙暗，互目鏡，保持社交距離排隊，對申請防護衫的醫療人員手中拿出免費的鼻刀檢測樣本間啊。當地是這波疫情重災區之一，民眾攏感覺真驚嚇。日日比日增加多。個個都唔街市都唔夠膽去啦。疫情無受控制，港府宣布2號開始收緊防疫做法，全港餐廳禁止佇內底食物件，引起唔少民眾怨言。啲粉麵啊、乾糧啊啲頂住先咯，你唯有接受嘅啫。啊，你都冇得反抗㗎。我諗如果大家即係冇地方其實如果又要去公園嘅話，公園我哋冇關閉嘅嚇，咁嘅話咧就大家坐開啲咯。不過9月立法會選舉即要到啊，政務司長張建宗以投票人數多、績效風險高，港府會通盤考慮是不是延後選舉會適時宣布。而中國疫情也上升，首都北京也各自發生疫情。該病例以丈夫與大連市無症狀感染者高某在錦州市某飯店共同就餐。中國國家衛健委公布，2日新增加64例本土個案，其中遼寧大連的海鮮餐廳小胃感染一直拖開，擴散到東三省，福建甲北京也爆出甲大連相關的病例。大連市政府緊急宣布，即日起實施限制組織命令，停止婚宴、生日宴會才會組織的食飯活動。記者綜合報道。轉轉來看國內新聞，台東縣政府進前發現有14間旅宿業者涉及不實申報國旅的秋冬補助，檢方調查了後，查到業者涉嫌用200塊到400塊的夜市抵用券或者是現金，向民眾換身份資料申請補助，不實申報的人數超過500人。西雅市真熱烈，觀光局去年擴大提出秋冬旅遊補助，民眾就要到旅店休大，唔拿大房有優惠，更加配合經濟部發放400塊的夜市抵用券，政治原本要來刺激消費，卻是遭到旅宿業者下詐領。檢方調查發現，台東進前有14間的旅宿業者涉嫌用夜市抵用券也是現金，向民眾換出身份資料，來申請政府的國內旅遊秋冬補助。我們目前初估大約有不實的住宿的人數約有544。台東14間旅宿業者以200到400夜市抵用券也是現金，向親戚朋友、員工才能交易，換出因的身份證件，來向觀光局申請每一筆資料1000塊的秋冬補助款。旅宿業者就佫透過親戚朋友甲消息傳出去，涉案業者即陣是先交保險團。台東縣政府呢發現這些旅宿業者的申報金額可能有一些異常情況，住宿呢，他可能是台東縣的民眾，但卻在這邊申請這個住宿，都會有一些少數的業者做這些違規的行為啦，所以我們真的也不樂見這樣情形發生，因為其實對整個旅宿的聲譽，我覺得是有點影響的。
检方在今年3月就捌查出台东有女社负责人以夜市利用权为诱因，向地方民众收身份证来诈领补助。即阵佫扩大追查到最近女作业者也涉嫌用相关手法诈领。观光局讲，即阵议员是以限定申请补助的磅数为上限，也佫靠地方政府在学校顶面来做监管，来防范不法，并且强调诈领补助款在法规上拢会使入转来。记者综合报道。介来看，体育署要发400万份，也到500块的动资券，总共有698万多人申请到抽签资格。体育署嘛接受政委长虹的建议，用电脑乱数抽签，抽签率有57.2%，抽到民众明仔早起10点就会收到通知。好，我们让镜头稍微看一下确认。体育署邀请已经摕到东京奥运参赛资格，拢总4个国手来射飞镖，要靠因一个人射2届飞镖，得到8个2位数的号码，加做电脑抽动资券的种子，用这个方式来证明无人伫咧内底出卡出手。所以这个数字的部分基本上也都是一个不可预测性。之后呢，产生了16码的这个乱数这个种子。是安怎要用这个方式来抽卡啊咧？原来是国部会加加票根内底登记而且符合资格的人，是动资券的人上济，有698万人。若是像易放券同款，是用身份证尾字来抽卡啊，会有一半的人抽无。我是126建民，但是他不是，但他没去登记。对不起。那你为什么想要这次就有把握到动资券的机会？因为前面没登记啊。甲690万的符合资格的民众，按身份证字母落去排，由电脑程式去做对应，会产生400万的抽到的人，抽签的几率是57.2%，其中身份证尾字是4个，抽到的几率上低是7.69%，其他的拢伫10%左右。身份证号码为4的这个民众的部分，相对他们可以去换他们比较喜欢的这样子的一个号码，只要不要4，所以呢，在母数里面。身份证末码为4的人数就相对是比较少。龙游券抽到的几率有96%，咱若易放券嘛有要7成，动资券是57.2%是上低。不过会当买运动用品、看比赛，真侪人拢想要抽到。而到早起10点以前，若抽到的民众就会收到简讯或者是电子批。30开始以身份证尾字分批来领，8月初1到年底拢会当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台股最近气势真好，涨起的幅度是全球第一。今日早起，台股阁冲超过13000点，嘛打破历史纪录，最后收伫12586点。尽管分析师表示，台股主要也是受到台积电股价影响，其他半导体等电子类股股价嘛跌咧冲悬。不过，说话升机、汽车加观光类股比起来表现都无遐好。台股强滚，接续前一天的细面，28台股透早就开出红盘，盘中上悬捌冲到13031点，佫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嘛来到3432亿，嘛创下历史交易量的纪录。不过落尾出现卖压，大盘最后是收伫咧12586点，是落1.57点。其实更多的资金，但是追逐的是少数的股票，台积电或者是拿到中国订单或美国订单，而这些股票其实又占大盘全值其实很高的比重。台股像咧洗三温暖，主要是台积电透早就起定，带动科技股跌咧起，盘中股价上悬来到466.5块，创下历史新高，市值超过12条，排全球第10。了后有起较少，不过收盘也是起10块半，收盘价是435块。台积电1块钱就是10点嘛，它涨40块就是400点，是选股不选市啊，那是主要还是看财报比较好的个股来做一个选择的。根据证交所统计，28收盘172间有起，737间是落，平盘的有50间，要8成的个股是落。分析师表示，台股起这波主要是半导体电子类股，颠倒是水泥、塑化、升机、汽车甲观光类股，落个幅度相对较大。最近台股虽然大起，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拢有趁钱，尤其是投资的散户，袂少人了钱，真做外资的提款机。我不会考虑台股的。长辈有一个就是投资嘛，后来把他退休金全部都泡汤了。不过，金管会主委黄天木28嘛针对台股这波行情庆管表示，并不是干那资金面，嘛有基本面的小劲。分析师表示，美国就要进入超级财报周，台股第2季的财报面临着挑战，拢是未来影响台股起落的变数。记者综合报道。
慢慢来看到时代力量今仔日指控国民党立委郑进谦的论文，甲中华大学科技管理所吴秀元的博士论文有将近5成的内容同款，质疑郑进谦助理教授的资格。时代力量自被指控国民党立委郑正谦论文涉嫌抄袭，甲同款是中华大学科技管理所的吴秀元的博士论文有3成至5成的内容相同。时代力量党主席齐永明提资料指出，两个人的论文的解释相同，差别就伫咧吴秀元用英语来表达，郑正谦是用中文。齐永明批评讲，安尼感到不是抄袭。英文翻成中文，然后隔几个月发表。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这是系统性的共犯结构。吴女士，你要站出来啊！到底是挣钱抄你的论文，还是你抄他的论文？郑正谦有领助理教授的资格，时代力量批评讲是相当早期，若是论文证实是抄袭，郑正谦会面对宪法伪造文书罪。时代力量呼吁教育部甲中华大学来查伊的教授资格甲论文，嘛提出3大诉求，包括教育部撤销助理教授的资格，郑正谦退出教育文化委员会，而且向选民来回释的。是郑正谦捌伫23回应外界对论文的质疑，强调家己甲吴秀元是同一个指导教授，用交一份数据。坦白说，我没有看过就是胡同学他的论文因为我们是同样时间在走，所以如果有可能说，当然是我们是参考老师的给我们的一些资料。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嘛有论文抄袭的风波，而且即马佫去互共党的人来批评。新北市国民党市议员叶冠基就讲，李美珍根本袂晓写论文，100%是抄袭。现在他已经道歉了。而且他已经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处分就是愿意放弃学位，那是不是把所有蓝绿政治人物的拿来做检验？那如果大家认为这很严重的话，那全部拿来检验嘛。论文的事情已经吵了那么久了，所以我想我就不多做再回应了。高雄市长补选要进入上尾的时阵，若是选情化改革，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是拼全力来支持李美珍，毋过选情无看有较好。外界关心补选若结束，国民党内部可能会一届出现变动。江启臣绝对爱负担选战结果的责任。针对明年要来拼党主席，连任之路敢会出现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疫情解封了后，真侪人开始规划国内旅游，因为林务局针对12个国家森林游乐区提供一届免费入园的优惠，所以山区出现真侪游客。不过，台中的大雪山森林游乐区，就有民众伫停车场煮食过暝。林管处除了加强宣导，嘛伫休园了后限制水电。停车场的车是停甲吵，想要找一个位停就真恶。袂少游客直接伫咧车后壁拍一只刀伫遐食物件，甚至还搁咧煮物件。帮忙一下了，好不好？好 ，OK。当时林管处表示，疫情解禁，真侪人拢走出来佚佗，加上林务局管理的12个国家森林游乐区，拢会当免费入园一届，互山区来佚佗的人是超磅。大雪山游乐区统计，平常时逐工拢有1000外人次，要若休困日是达到4000人次，比去年同期还佫增加1倍。林管处除了加强劝导，嘛伫咧休园了后限制水电。大概6点左右就会断电，然后水的部分呢，我们会改成用省水的水龙头。伫咧台中的高美南地，平常时人丁嘛袂少，虽然袂讲甲真客，毋过远远看去人嘛是真济。真济民众讲，都是袂伫咧休困日，甲人伫咧客，才会选伫咧平常时来遮佚佗。要若当地志工是无用试试。这边啊，徛一寡人咧看，迄边啊，徛一寡人，这个木栈道就遮宽尔。当地志工讲，休困的时阵上济一工有2000人次来遮佚佗，必要的时阵，阁爱管控人流，嘛要防止游客有破坏或者是干扰生态的行为，实在是真无用。要若伫咧离岛的小琉球，嘛约入来真侪人阵，警方伫咧路口临检，开罚单是开袂离。未戴安全帽以及违规停车100余件，并查扣一部拼装车。警方估计，敢若是顶礼拜6、2、5。过一天都有1万人次停倒，毋若交通大乱，游客骑乌多摆真侪拢无戴安全帽，还佫有业者甲发财改装，违法来载人客，上侪一天开出130张的罚单。疫情解禁了后，真侪人拢出来佚佗，对环境甲景点拢造成袂少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规划基隆轻便轨道沿线将为南港展览馆驶到基隆，但是轻便轨道建设了后，有90%的轨道是甲台铁做伙使用，会影响台铁列车无法度驶入去基隆火车站。对此，基隆市政府表示，基隆轻便轨道捷运唔免开时间等车，是更较方便的选择。
贵人轻便铁路即阵正伫进行综合规划报告阶段，想要明年动工，2027年完工。不过即阵传出，未来轻便铁路建设了后，有90%铁轨路是甲代替共用，会排开代替列车无到入去贵人火车站，引发外界烦恼，会影响通群族的快乐。还要再换啊，所以就搭客运可以直接去搭客运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就好了。如果直达的这个台铁的话，只要30几分钟我们就到台北市了。走路到就是他们的火车站也好，或者是捷运共构的这个车站的话，然后你再换车的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它至少我的预估它至少会大概有20分钟。根据规划，贵人轻便铁路全长总共19公里，路线对贵人到南港展览馆沿途停靠，除了代替现有的贵人3期8堵、7堵、百福、5堵实际站加西口站以外，另外新增加6堵、8、5堵，这总共12站。而原这期贵人轻便铁路所规划终点站是南港展览馆，除了要对换坐代替的民众造成无方便以外，连原本用坐代替换高铁的旅客，嘛会先伫展览馆落车了后，再个换坐。安尼一来唔来悠长通勤时间，也加速互贵人更加便便化。未来我们的终点站会设在3铁共构的南港转运站，所以就不会有轻轨接不到高铁的这个问题。它过去对于台铁区间车最诟病的地方就是它会误点。那未来呢，这个轻轨只要建设完成之后，其实班次也会变多。我们现在正在期末报告阶段，相关的路线方案会在这个期末报告跟相关单位来做确认。贵人市府强调，即阵随班的城际快捷公车拢会快速到台北，已经大大取代过去需要到贵人火车站坐火车的方式。而且未来贵人轻便铁路完成了后，预计每小时能提供10班到12班车，也就是5-6分钟就一班车，提供予市民更加密集准点的列车班次，民众免浪费时间停来等对火车通过，会更加省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每年的5月到8月是中国广东加海南烟花的休渔期，中国渔民定趁这个时阵违法来台湾的海域掠鱼。第20时半暝，海巡署掠到中国籍的渔船挂界保海鳗，掠到18名中国渔民。海巡署也表示会加强处理，确保东沙海域的海洋资源。暗时，海巡队员展开搜查行动，手提着手电盯上这只中国籍越界渔船，船顶中国籍渔工也未符反应。海巡队员叫因双手摸着头壳苦来。全部的人都在里面了吗？中国广东加海南烟花，正拄着每年5月到8月休渔期，为少渔民趁这个期间越界来到台湾海域违法掠鱼。专案舰艇于东沙岛东北9里处发现大陆渔船琼海号释放小舟于环礁上作业，并涂抹隐匿左右舷及船尾之船名，企图逃避查缉。这则违法掠鱼事件发生在20暗时11点左右，海巡人员在东沙岛东北方海域大约9海里的所在，发现一只中国渔船，那甲船名切掉，还互人看到，也放下小船伫宽大顶面掠海鳗，互海巡队当场掠到，因交出500多公斤越界所掠到的海鳗，由海巡队重新放回大海。违法捕捞的这样的行为，其实对我们的生态系影响非常大。一些违法的方式抵托的方式，这个都破坏珊瑚礁生态，栖地空间会不见了。不见了之后，整个鱼群、整个生态系就会发生改变。强力搜查这个中国籍渔船非法掠鱼，不是无原因的。根据海巡署南队分署统计，离岛海域106年到109年，每年拢有70到80只中国渔船越界掠鱼，遭到海巡署扣留，警告总共10只渔船被驱离。东沙宽大国家公园是台湾头一座海洋型国家公园，以特别的宽大地景、海草层生态甲珊瑚山岛上有特色。海巡署讲会搁加强处理，确保东沙海域海洋资源会永续发展。因为全球疫情完经验中，船顶18位中国籍渔工伫确认快速检查为阴性了后，由海巡队经过35点钟的行程，下界返来高雄，会依照违反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移送。记者综合报道。我们来看到国际疫情也继续在拖，全球总确诊数已经超过1600万人，有65万多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应变。美国白宫是发声明表示，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确诊新冠病毒，也是美国确诊上高层的官员。
国际新冠病毒疫情继续伫咧压悬。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27日咧日内瓦记者会顶悬表示，全球确诊的人数伫咧过去这2礼拜是已经变成倍。Almost 16 million cases have now been reported to WHO, and more than 640,000 deaths. And the pandemic continues to accelerate. In the past 6 weeks, the total number of cases has roughly doubled. 谭德赛表示，新冠病毒是 WHO 拄着上严重的公卫危机。WHO 伫咧1月28宣布全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即卖已经经过半年，若照停事，会伫咧拜四召开紧急会议。也若突发卫生事件，执行主任莱恩是提醒讲，敢若用限制旅游是无够来应付疫情。The fact is, the virus is pretty much everywhere, and it can move between areas. I think where we need to look at is what is the risk of disease moving from an area of high transmission to an area that already has transmission under control. And I think that's what's concerning governments right now. 同一个时间，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团27推出一条美金新一波的纾困提案，会甲民主党团的版本来协商。共和党是希望讲会当减少目前失业补助的金额，为1礼拜600块的美金降做200块的美金。民主党是认为讲应该要继续来发，两个党政策意见无共款的所在袂少，要伫咧短时间内达成协议，恐惊有困难。They're not really ready to have a serious negotiation. However, we'll continue. We'll read what they put forth. I'm going to read all that tonight. 那白宫是伫咧27发表声明表示，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确诊新冠病毒，是美国确诊上高层的政府官员。目前以自我隔离用远距离的方式来做工作。白宫讲，川普甲副总统潘斯拢无接触病毒的风险，而且国安会要是会正常来运作。记者综合报道。欧亚一个国家最近武汉肺炎的确诊人数一直增加，为着避免第2波疫情，比利时宣布严格社交距离规定。第2大城安特卫普嘛实施宵禁。伫澳洲甲越南嘛拢因为疫情继续采取相关的防疫措施。就伫比利时宣布扩大经济管制案，推出一系列严格社交距离规范了后，第2大城安特卫普27宣布暗时宵禁，商业区、海边酒吧甲餐厅必须在暗时11点关店，民众爱伫暗时11点半以前登去到厝的，一直到第2天透早6点禁止出外。根据比利时公卫机构的资料，该国动静甲和平房使用率比顶礼拜增加52%，17到23的新增加确诊数增加71%。Jusqu'à présent, la bulle sociale de chaque individu se limitait à 15 personnes par semaine. À partir de mercredi, elle passera à 5 personnes, toujours les mêmes, pour les 4 prochaines semaines, et ce pour un foyer tout entier. Et donc on compte pour le foyer et non plus par personne. 德国的机场防疫检查站排队排真长，边境防守是该国为了阻止出现第2波疫情所推出的重大做法。希望甲即阵的每天新增加确诊数对超过800例降到500例以下。I think it's a good idea, but I think they should test all countries, not only the official risk areas. 欧亚部分国家原本提早采取防守这防疫做法，也开始控制甲袂歹。不过，为着挽救经济，在疫情确立了后放松，即阵确实爱重新采取防疫规范。越南在连日新增加确诊数增加了后，礼拜起全面加出的岘港航班甲大众运输关开15天，紧急撤离8万人。澳洲维多利亚省宣布实施比现行6礼拜更加长的防疫管制。新南威尔斯27通报新增加确诊14例，其中1例是旅游回国伫饭店隔离14天，检查出阳性。记者综合报道。南美洲目前除了应付武汉肺炎疫情，嘛也阁有森林大火爱烦恼。伫阿根廷东北边的帕拉纳3个州，嘛因为农民开垦，家己放火烧林地。阿根廷政府决定由检察官以破坏环境的罪名进行侦办。消防员用走路的方式，沿林地甲草埔一个一个甲燃山的火拍花，大火引起的乌烟，连附近中部第1大城罗萨里奥拢看甲清清楚楚。帕拉纳3个州沿帕拉纳河由北到南分布3个省，以多样化的生态体系甲热带森林的景观，吸引真侪游客来。不过，阿根廷政府指出，当地市精细农民为着要开垦搁较侪农场，拢会超过伊放火来烧森林。Son 500 kilómetros cuadrados de zonas afectadas por las quemas que producen ese humo, lamentablemente tan perjudicial para las ciudades costeras del Paraná.
为着要阻止小心念的即挂代志，阿根廷决定启动司法机关，由检察官以破坏环境的罪名起诉超过放火的民众。向北边来行，来到下过巴西、玻利维亚、甲巴拉圭遮，向号做全世界上大热带湿地潘塔纳乌，除了是世界第一大的水生食物集中地，嘛是动植物上集中的生态系统，而且伊甲巴西北部的亚马逊河的流域共款，面对南瞻开发的危机。直升机来去，围堵巴拉圭的河出水来进行灌救，有的是载消防员去已经拍花的火场来处理残骸，为着预防去日有毒的污烟，消防员搁爱穿防护衫甲防毒面具。外电报道指出，今年顶半年，当地燃山的野火是要到2534件，比去年同期981件是增加158%。7月份都还未结束，阁新增加1300多件。用烧掉的森林甲草坡总面积要到510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湘北、基隆、桃园阁加上半个宜兰县的范围。就算讲巴西政府伫7月16日颁布行政命令，禁止农民烧林地来开垦，有效期限4个月。啊，毋过禁令颁布以来，野火也是超过1000件，嘛看会出问题的严重性。记者综合报道。澳洲雪梨有诈骗集团假造中国的政府机构，利用各种名义强迫中国留学生配合演戏、假影红绑票，来向留学生的亲人骗赎金。敢若是今年歹徒就已经骗将近新台币6700万。目睭去互弯掉咧，骹手嘛互拔起来，中国留学生哪哭哪讲话。看起来真恐怖，绑票的案件实际上是一场骗局。诈骗集团假造中国机构，骗留学生讲，伊伫咧中国的身份去互偷用，涉嫌犯罪，都要付钱才袂互抓去，或者是互赶出境。The scammers will purport to be from a Chinese authority, such as the police or the tax department, and they will demand money from the students for various reasons. Essentially, threatening harm against people, family members in China, unless they contrive a photograph that makes them look like they've been kidnapped. Then they encourage the person to lock themselves away in a hotel room, turn their phones off, cease all contact. 澳洲警方表示，这种强迫留学生自导自演的诈骗案，是专门咧骗中国留学生的。为今年年初开始，至少发生8件，受害的家属看到因囝互绑票的相片，煞联络无人，敢会当照诈骗集团的要求汇款，互歹人拢总摕到320万澳洲的钱，差不多是台币6700万。They're becoming very, very common, and the phone calls are going out at an alarmingly regular rate. If you get one of these phone calls, hang up, ring the police, ring your university, but just don't pay any money. 警方认为讲，因为文化因素，部分国际学生生活较无甲人咧来去，才拢互因加做歹人上准的目标，只有少少人互因骗过手，这歹人都拢有利头通好耍。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国内疫情稳定，加上医疗资源充足，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正式宣布，8月初1开始有条件开放外籍人士申请来台就医。不过，今日上午，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林奕华甲医护代表办记者会，质疑政府无做好相关的配套措施，呼吁延后开放。顶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为8月初1开始，有条件开放外籍人士申请来台湾看医生。早起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林奕华甲医护界代表共同召开记者会，质疑政府伫咧无配套、甲沟通的情形之下，就开放外籍人士来台湾看医生，恐惊出现防疫的空棚。为什么此时此刻，世界各国还在防疫关键的阶段，我们就要贸然开放外籍人士来台就医，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再次增加他们的负担以及承担这样的风险。蒋万安表示，指挥中心讲开放外籍人士来台湾看医生，无排除中港澳人士的申请。不过目前每一个国家疫情的状况、甲控制的情形拢无同款，政府应该爱对开放外籍人士看医生的政策有更较清楚的说明，包括外籍人士需要什么医疗照护等等。若无可能会让第一线医护人员承担更较侪感染风险。当然，它有排除了医美啊等等之类的。可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护理人员、医师的这些生命的安全，我想这是更重要的。这些资源如果没有保护好，那我怎么样救治我们自己的国人？我想这个是需要我们在考量的。未来开放的话，不可以是通案，而是以专案的方式。那我们希望说人数在一开始也是要严格把关。那8月1号能不能做到这个事情，我也希望说卫福部能够尽快给我们一些
数据来让我们安心。经过主治医师的评估，那么认为有它的医疗的必要性，那么是有涉及到疗程的延续性跟风险性。做完评估之后，由医疗机构代为向我们提出申请，那我们才会去审核，给他许可，不是病人自己要来就可以来的。卫福部强调讲，疫情期间会严格来审查，而且并不是讲申请就会批准。也若伫咧过去国际医疗真发展的时期，住院的病人敢若占健保住院的0.2%，未造成医护上大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劳保失能给付的申请单，目前阁保留暂费、买行等等的用字，劳动部嘛按算修正。另外，失能给付原本规定，伫头部面部损伤男女轻领无同，即阵嘛确定会统一规定。伫劳保失能给付的价啊，会当看到真侪项拢用残缺来形容手指头啊关节的失能状况。使用找的功能，可会当找出55个残这个字，2个废这个字，啊，各10个歹形的词来形容面小烫伤损害，还是目睭皮欠缺。经过民间团体的反弹，嘛召开专家咨询会议，劳动部确定翻修失能给付标准第3条附表，甲无合用的用语，修改做一寡较中性的词来使用。因为比较有一些刻板印象的一个争议，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同步把它做一个中性化文字的一个调整，一律改为缺损来替代。失能给付的标准除了用词刻板印象，伫男女会当领的补偿日子嘛无啥共款，男性是220天，女性是360天。但是昨仔网络阁经过一波台湾男性费用无达钱的讨论了后，劳动部嘛确定修正规定，甲男性嘛求关到360天，甲女性共款。伫心脏医师的方面是放零资格，若是被保险人有进行实时辅导器医师的手术，卖防来日起失能的状况。现在医学比较进步，可以借由这个心智辅助器的移入，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这一次就依照医学专家的一个建议，做这样的一个放宽。他装不装也都是失能啊，然后不装也是很严重，他装了也是很严重。若是台湾病医心导更新的主任林伟文先认为讲，放零标准是合理，因为病人一般拢是左心室严重衰竭，得去用到辅助器。争取时间来等待换心，所以就算讲还未心脏意识，嘛达到严重失能的状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公司董事会第27通过成立国际影音平台，外界质疑政府介入爱公司做国家对外国的宣传。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台湾如果有一个频道会当互世界看到台湾的好，政府伫这方面会有责任尊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伫咧27召开临时董事会，讨论敢是要接受文化部的委托，成立国际影音平台。会议内底有讨论，嘛有冲突，过程当中气氛是无啥好，落尾以11-4表决通过。不过嘛，隶属公司包括总经理周文杰等3个主管当场辞职。面对外界质疑讲，政府伫公司村卡出手，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讲，政府一定会尊重公司的独立性。如果有个频道能够让世界看到台湾的好，公司应该怎样做？我们会尊重它的独立性，跟尊重它的内容。政府在这一方面懂得分际。国际影音平台前导计划有4500万的预算，会利用行政院的第2预备金，后手也有4年58亿的计划。也若投票投反对意见的董事是认为讲，按目前公司法来看，并无讲到公司会当对外进行国际宣传。不适合于来做啊，在法源上呢也有问题，在整部的公司法里面呢，没有一个地方谈到说公司可以来做国际的宣传。也若以公司的角色来讲，敢有适合做国际宣传？有学者认为讲会用的，不过一定要维持自主性。也有学者认为讲，公司应该要先扩大规模，做出高品质的作品，再过来讲国际传播。亲像日本 NHK 甲英国 BBC 一年有2000亿的预算，不过公司一年固定的经费就是9亿，就算是敲新妇，无米嘛煮无饭，不如就利用这届的事件，争取应该要有的经费，推出更加好的作品，自然就会当走向国际。公司做是可以的，但是只要维持它的独立自主性，全世界有一点宣传意味的国际影音频道，目前为止来看大概没有成功的。成功的网络平台戏剧为主，
新闻啊、宣传啊都没有关系。BBC 它本来国内的观众就服务的不错，所以它对国外观众的服务算是延伸。利用这个机会来检讨我们整个电视，希望它达到的目标，这点预算其实达不到啊，这些东西要一并检讨。学者嘛举例讲，像中国挑工做大外宣，成果并无好，但都是网络世代有创意的内容，是更较会当去引人。学者嘛讲，台湾无一定就需要大外宣，因为文化的软实力，甲国际话语跨的累积，是爱有软土拍久嘛会打，有心拍招就真撑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的维普营国家艺术中心伫2018年正式启用，即阵传出当初负责设计荷兰建筑师认为伫工程期间要求变更设计，因此向文化部提告，要求爱加纳1亿3000多万，反映的审理判决文化部败诉。经过15年的筹备，开80多亿起的高雄维普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伫咧2018年启用，那是全球上大，敢若用一个厝顶的综合剧院，还佫捌入选《时代》杂志评选的世界100大景点。It has 4 big auditoria. One is a lyric, it's for opera. One is concert hall. One is a playhouse, and the other one is a recital hall. And all together, we put them underneath one roof. 负责设计的荷兰建筑师法兰辛豪班对整体的规划是讲甲真欢喜，不过却因为工程期间设计变更的议题，甲文化部咧拍官司。法兰辛豪班甲罗新华建筑师事务所共同包下维普营的设计，伫咧2007年拍启用，要求设计剧院顶顶的场地。伫咧2008年完成规划了后，却启用要求演奏厅爱改造中型的剧院顶顶，认为主建筑体变更的幅度伤过大，是属于重大的变更。双方的合约对于重大变更就设计费用的计算跟一般的变更不同的规定，关于是否为重大变更这个争点的认定啊，在另外一个案子已经经过最高法院判决，要在变更的几率应该并不大，还是在坚持说这个案子啊是属于重大变更，我们会援引先前最高法院判决的认定。设计师认为讲，因为延长工期，预算嘛要提悬，应该要重新计算设计服务的费用，所以去告文化部，要求因爱付1.3亿。不过文化部认为讲，变更是伫咧早期的规划甲设计的阶段，而且原本的规划大部分嘛拢有漏咧，是无符合重大变更。台北地方法院判决文化部就要赔偿原告1.28亿。那文化部嘛回应讲，目前已经伫咧做上诉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伫云林县大西乡、苏澳乡甲口澳乡的外海区域，经济部能源局核准要设80座海上风力发电机组，但是最近传出希望防破坏，渔民怀疑是施工单位所致，就用无线电叫渔船支援包围施工单位，两边伫海上对徛几多点钟。看这只，搁要来施工啊！这只风力发电的海上施工船，互一只搁一只的渔船包围，双方伫云林外海对立几多点钟。因为能源公司要伫云林沿海设80座大型的离化风机，不过进前当地渔民是指出，施工的单位破坏生态，佮因掠鱼的工具，因得来向云林县政府申请，目前协调也未有结果，而且佮发生高压无去，渔民怀疑是施工的单位做的。即目前你看乌色的这是阮放的网的礁旗。早暗，阮出来放网的时阵啊，就阮放网的时阵，结果阮今仔再来的时阵是无半项物件，人这礁旗这另外做礁旗拢无去啊。当地渔民表示讲，经济部能源局核准云林沿海设80座海上风力发电机组，认为风力发电机组伤瓦装头，施工会影响到海洋的生态，佮加上最近传出网仔互破坏等等的事件，已经要求工程单位停工。他们虽然是合法取得这样子的一个施工许可，那但是因为海上的作业的话，因为大家都同时在那个场域去做一个作业，那若是说有造成渔民的这些渔具的损坏的话，那原本公司就应该要负责拿一些赔偿。云管府建设处表示讲，能源局已经伫7月15邀请相关的单位渔民协调，能源公司嘛同意伫2礼拜内底和当地渔民协调赔偿的事宜。不过当地渔民强调讲，目前赔偿也未有结果，都工作船准备要来施工，根本就是讲一套做一套，才会叫渔船甲工程船包围。记者综合报道。
保险公司计划要伫花莲设市机场，引起居民强烈抗议。官府最后决定撤照，而且继续推动花莲县新设畜牧场管理驻地条例立法，委托东华大学协助举办咨询座谈会。今日下晡头摆伫寿丰乡举办，不少畜牧业者来抗议，争取生存权甲工作权。 伫寿丰门口中心外口，来自花莲各地畜牧场代表举着布条，大声来争取生存权甲工作权。拒绝污名化，保障畜牧业，保障畜牧业。进前保险公司市场遭到强烈反对，因发设伫进前无先互民众知影，也个离徛价伤悬这争议。官府决定立法管理来推动相关的驻地条例，不过地方的畜牧业不满，烦恼讲会做袂落去。口蹄难得拔针。 现在要搞一个地方自治法，我们已经撑到这个时段，要走出世界，又遇到这种问题。这个地方自治法，咱今日叫定位，咱的第二代是要安怎生活落去？是讲随便你用欺负的。 拟定驻地条例进前，为了收集各方意见，官府委托东华大学举办咨询座谈会，头一场伫寿丰举行。而将来条例规定，畜牧场应该离徛家还阁学校外远嘞，是要比较台东的500公尺远，也是宜兰的100公尺外，即阵也无共识。 不会对既有的东西产生影响，主要是针对新建制、新设的东西或未来扩建。 这场座谈会，反保险自救会成员无出席，而门诺病院向永恒区的管理者是在场进前，受到保险争议影响，畜牧场的登记许可渐慢审查，造成因无度申请合法的方法。向永恒区设立正做帮助失地老人甲身心障碍者福建的基地，也正做一摆保险事件，另外一种的苦主。记者综合报道。 伫新店科学园区边的金山街顶有一间爱心面店，翁仔某2个人经营11档，请的员工拢是身障人士或者是特殊的囡仔，但最近受疫情影响，业者讲可能挡袂到年底。先生，你的餐点。 拄送餐到饼桌啊，甚至是用鼎来插包，一寡身心障碍的学生动作拢袂输一般的人。这间伫咧科学园区附近的面搭，店内底的员工拢是身心障碍的人士，这是经营者一直坚持的信念。过去11年来，拢特别找身心障碍的员工，互因有一份稳定的工课。即马却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佮加上租金要起，可能无法度佮继续维持落去。我们的人事成本几乎占掉我们总收入的1半。 啊，这个任何有经验人都知道，这个几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服务，这样，其实看你们在切菜、煮菜，还有收钱的过程中，其实你们都努力的在学习，然后也蛮亲切的。 吴大公的太太以前拢伫咧教育伫打拼，甲因翁婿做伙成立福盈面搭。当初时的理念，就是为了要互特殊的囡仔有一个环境会当学习技术，嘛会当趁这个机会甲人来互动。开店到大，嘛是拢请一寡身心障碍人士。即马店可能要收起来，到今伊也阁唔敢甲员工讲。帮老板煮牛肉，还有乌梅子，还有洗厕所。 大垃圾，他们的工作能力，这种开朗的态度，甚至有的隔壁垃圾，他也会帮着隔壁去倒，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们。我相信，他们要找到工作，并不是真的那么困难，但是呢，我相信他们找到这么样一种包容、快乐的环境，这个是我的担心。 行出来店外口，会当看到4家拢是餐厅，料想会到伫遮开店有偌尔竞争，佮加上疫情租金起价冲击，伫咧真大经营压力之下，面对未来，伊也阁是真乐观的讲，会想办法找出生存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鼓励时代出门，云林县元长乡龙岩社区每礼拜拢会举办自主共享课程，和长辈用厝内家己种的菜色，煮出健康佮好食料理。 食饭时间到啊，长辈家己动手煮中昼顿，尤其用的食材拢是社区时代家己种的，唔但美味嘛，食了安心。我甘愿讲提案来吼，像讲人讲做遐做功德，啊，大家阮同学大家食足欢喜安尼，系啊。吼，啊，着大家安尼来上课，安尼足熟悉的，安足好斗阵啊，大家种食袂完，啊，大家摕来安尼
大家食食咧，安尼就大家有兴趣要食，摕来大家分食食咧，安尼。云林县湾中乡的龙岩社区为着要让时代有健康饮食的概念，特别举办自主共享课程，请长辈提供家己种的菜色，大家嘛拢真欢喜分享。到乡下自己种在菜园就是有机的，然后他们会很乐意的拿出来，他们可以把他们自己的种的东西拿出来分享，这是他们最快乐的。食饭不只是食饭，是希望会当变成一件有意义的代志，只要食会落，心情快乐，身体自然都健康。假如能够大家一起来吃饭，然后呢，大家一起把这一件吃饭的大事加崩这转代志哈，好好的把它完成。除了照顾到他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心灵的健康也照顾到。透过活动的举办，将大家靠做伙食饭，唔来当照顾时代健康，嘛将分享的爱传到社区，充分发挥社区合作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的德产车头是屏东县唯一一个保留日本式用茶器的车头。公所甲这改做铁道故事馆，展出车头的故事，甲在地的客家文物。用茶器的车头大厅，有行李房，有卖票茶器的窗仔口。屏东县德产乡的德产车头，远远看还阁保留日本式的站房设计。20多年前，因为车头的运量降低，业务变少，车头的级数全缩小。为了保留这个乡土文化的资产，德产乡公所就甲这打造做铁道故事馆。陆陆续续，我们还会去跟铁路局、去商界有关铁路相关的几个重要职务，例如说驾驶长的服饰、列车长的服饰、站长的服饰，我们都会希望说把它能够商界到我们这个展场里面。德产车头起伫咧1919年，即阵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啊。虽然车头无讲概括，不过也是当地真重要的地标。车头的设备，亲像油库房、古井和浴缸啊，应有尽有。当地也是客家庄，乡公所也借这摆打造铁道故事馆的机会，借车头展示早期的客庄文物。在这里的乡亲呢，你可以去感受到竹田、曼城来这边的一个精神。好，你可以去体会，当你是一个旅人的时候，在这里怎么去路过这个地方，然后怎么融入到我们竹田的文化里面。总是时代在咧改变，捌有真侪人趁入去车头，即阵的风华和永过未必尽。不过，通在咧同款的所在，展现在地故事，协会也通对德产有更较深的感情。记者综合报道。捌摕到金马奖终身成就奖的新奇导演，翕过真侪经典的电影，对台语影视产业真有贡献。即阵国家电影视听文化中心收获5出新奇的经典作品，要伫全台湾播送。王太太这阵失事，实在真无可能。头家娘转来困啊！刚讲是头家娘转来呀！1965年台语恐怖片《地狱新娘》对哥德罗曼史《米兰夫人》这本小说改编，剧情变化真紧，看到互人心惊大惊。亲像你这款外形，查某要伫10个9个，都嘛无问题。以性工作者做主题，扮演1969年基层社会人士的误落和处境，互人讲是迄当时用长镜头翕上介久的一出电影，也是新奇导演的作品。新奇导演其实伊伫台语片，伊有足侪无共款的角色。所以你若是看伊的片，你会感觉讲哇，这个片唔单单是讲因为市场，伊嘛知影讲这个片是我要将我艺术的这路想法，会当互大家看。你有咧偷看无？还未收获的电影，影像色彩对比度较无够，画面会出现白白一丝一丝的感觉也较明显。收获一出电影差不多要100到200万，不过收获人员也伫咧过程找到互电影起死回生的使命。我们早期看台语片是会有这种旧的感觉，可是，在先进的技术上，如果我们把它修复的跟新片一样，这可能会是个会备受讨论的一个议题啦。那当然。
最终能够把这些影片呈现出来，我相信这是所有修复师的最大的一个成就跟使命。到底电影爱修复到什么程度，才袂失去原底的光彩？这也是修复人员长期的存在的。影视厅中心执行长王君琪认为，少年的创作者会当对这寡经典的台语电影找找台湾味。咱就爱讲韩国电影甲台湾电影，寄生上流。导演嘛是有讲，伊的灵感就是1968年一部韩国片叫做《夏女》。若是讲在台湾在创作的少年人，会当阁看到较早即款影片，其实对创作来讲嘛是真好的一个刺激。影视厅中心这6年来已经修复50出电影，其中台语有19出。这阵新奇导演的作品也伫咧台湾4个县市小煞播送，希望互人感受台湾对农业社会转型做工业社会的娱乐和生活情景。记者阿明、金林、昆明台北报道。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水嘛上爱水的秘书啦。想要像我这么水，今仔日咱就来讲这个主题：装他。装他汉语写作装他，罗马字写作知恩装特阿他。装第1条，他第7条。装他就是化妆打扮的意思，因为头是咱人上界显白的所在，所以会开较侪时间装他头面的部分。第一步，咱通常会先洗面，把门跟空洗好清气，再来抹化妆水、其他的保养品等等。保养刷了后，才开始抹粉、画目眉、点胭脂。有闲的时阵，我阁会擦指甲油，也是去互人彩绘指甲。你看，敢唔水？甲家己装头好，阁较拍，心情嘛阁较快活。即马真侪查甫查某拢正够西装打扮，毋那是挂耳膏，连片仔、肚材嘛拢有。也是伫身躯赤花，真适拍。秘书我嘛真介意挂饰品，像金手链、钻石手指、珍珠耳膏、玉仔手环。不过这物件拢真贵，我只好拢要价。有一句俗语讲：3分人，7分装。意思是讲，人的外在3成是父母生成的，另外7成就要靠打扮，所以培养家己的美感真重要。装他化妆
胭脂、指甲油、赤花、西装打扮，3分人7分装。爱水无啥物唔对，因为介意家己，对家己有信心，是人生内底一项重要的功课。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等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